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午安。咁啊，好高興即係嚟到大家見到大家可以一齊去聽呢一個嘅有關東方閃電講座。咁今日講座係由建道神學院同埋咧宣道會區聯會合辦，北角宣道會即係協辦嘅。咁就一陣間咧，成個過程咧就首先係會由蔡兆祺牧師分享東方閃電喺中國嘅情況，然之後咧楊子聰弟兄係新興宗教關注事工嘅總幹事，佢係會分享即係東方閃電喺香港嘅情況。然之後滕師母亦都會咧係講一講即係東方閃電嘅信仰錯謬，亦都會有啲過來人嘅分享嘅。咁最後咧就係教會嘅預防嘅問題、防禦嘅問題，咁就係由朱秀蓮傳道係荃灣宣道會嘅傳道係分享呢個部分嘅。咁首先請蔡兆祺牧師去分享有關東方閃電喺中國嘅情況。請蔡兆祺牧師。好，咁不如我哋開始聚會，我哋同心做個祈禱嘛。天父，多謝你俾你嘅話語成為你嘅聖言，去鑑別我哋嘅信仰，去鑑別真理，去抵擋異端邪説。你亦讓香港教會有唔同嘅同工喺呢個抵擋異端邪説裏邊有份，讓我哋即係眾弟兄姊妹喺我哋崗位裏邊，喺生命裏邊抗拒一啲異端邪説。今日我哋傾談到喺一個困擾中國好耐嘅一個異端嘅邪説，最近亦臨到香港，俾我哋有智慧去分辨，明白人心嘅問題，亦懂得即係聖經嘅道理，同埋佢哋嘅唔同嘅手法，亦俾聖靈保守我哋喺學習當中有真理存在我哋心裏邊，免得我哋得罪你。我哋咁祈禱交託，奉主耶穌得勝嘅名求。阿門。咁呢個題目咧，就如果我記憶中咧，就係喺建道呢辦到第3次啦，即係01年試一次，05年試過，同埋今年咁就可以知道咧，異端邪説咧就係我中意講一句説話咧，沒完沒了啊，即係沒完沒了嘅情況嚇。所以咧，聖經裏邊咧，其實最好嘅方法咧，就係話咧，就係你認識聖經嚇。咁我先講一節經文咧，就同所謂東方閃電有關。其實耶穌説嘅説話字幕比較細啦。如果大家識睇到，睇唔到就試下背下金句得唔得嚇？一齊讀下。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人子降臨也要這樣。喺呢度講到耶穌基督降臨嘅一啲嘅預言啦。咁東方閃電就採納咗呢句做一啲所謂東方閃電嘅説法嚇。咁今日咧就準備呢個信息之前咧，我再望一望上下文咧，就好有意思嘅。呢句之前一句知唔知咩啊？講咩？考大家可以撳手機都得㗎嚇。呢一次之前嘅上一句咧，聖經話咧，你們不要信。其實咧就係聖經裏邊咧上下文就講咧就好多呢啲嘅故事咧，叫我哋唔好信。耶穌叫我哋即係根本佢就叫我哋知道好多現象，佢叫我哋唔好猜測啊。當然唔單止東方閃電用啲末世啦，其實我哋有時基督徒甚至一啲好研究末世論嘅牧者咧，有時過分嘅猜測都係嚇。所以佢嘅一個關鍵叫我唔好猜測啊，就好穩定地做我哋應該做嘅事情，警醒我哋嘅生命啊！你們不要信呢一切嘅事情。咁東方閃電喺中國咧，中國好重視，多年嘅重視嚇。由佢出現之後咧，喺中國好多刊物教會都重視。佢哋都有一個好強嘅印象，就係當教會強盛、教會有真理嘅時候咧，基本上入唔到嚟。但係當教會係冇真理嘅時候，特別咧就係傳道人軟弱嘅時候咧，佢就會攻入到教會嚇。所以咧喺國內裏邊咧，大概咧就好重視呢個事情咧。喺國內有唔同嘅網站或者單位咧，重視亦係好多文章講到佢嘅情況嚇。咁而如果呢個就係東方閃電嘅正式網站個首頁啦，但係個款係咁樣啊。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到啲網站都有嘅，咁我等陣列咗咧，我自己華人神學園地最後一個網站嗰度都引介咗好多網上嘅一啲嘅文章咁樣。咁有啲舊嘅書目咧唔再出啦。咁其中你喺右下角咧尾二嗰度咧個東方發出的閃電啊，咁即係呢類嘅書目咧，以前咧就係東方閃電嘅表達咁樣。而家又開始佢有啲比較新嘅版本啊，咁有好多其他帶等等情況。
咁而喺國內嚟講咧，大概有3個單位咧，特別咧就喺網上咧就好多資料。一個就係呢個福音時報啦，有一個叫反全能神聯盟。咁另外咧，中央電視台都其實好重視，因為特別咧對農村低下階層嘅地區咧嘅影響比較大嘅。城市影響咧通常係騷擾性，但係咧就實質影響相對細嚇。係咧就政府配合教會等等情況咧，有廣泛嘅逮捕或者緝拿等情況。有少少嘅感覺咧，就好似佢哋面對法輪功咁樣，即係咁樣對呢個邪教係好多謹慎嘅一個舉動，好高度嘅謹慎啊！咁啊，其中一個大嘅網站咧，就我估計都係國內背景做嘅，不過咧就喺擺咗外邊嚇，即係擺咗個非CN， 即係非中國嘅網站，叫反全能神嘅聯盟。咁我發覺咧有啲嘅比較強嘅字眼咧，佢就係反而呢個網站出嘅。咁啊，即係可能咧，因為呢個網站唔係掛住官方名銜咧，就可以比較用字比較濃烈啲咁啫嚇。咁啊，所以咧就佢哋好多個文章，如果大家想睇一啲嘅文章咧，呢個網站都好多。當然具體嘅仔細度啊、準確度咧，我哋好難判斷啊。咁但係咧，國內呢啲大致上佢都有相有咩咧，都好多嘅。咁佢報告好多佢哋嘅活動一啲照片啊，都有好多呢啲嘅報告嚇。咁喺東方閃電嘅近年嘅發展咧，同1005年咧建道辦講就好唔同咧，就係因為佢哋一啲核心人物被捉拿咗之後咧，其實呢2年對佢哋嘅資料咧有啲更新嘅講法嚇。咁啊，以前嘅講法咧，我哋一般流行講法咧就話有個全能神姓鄧嘅女子啊，叫乜乜嘅情況。咁但係最近發現咧就有2個核心人物啦，一個認為係成個主腦人物就叫趙維山嚇咁啊。咁另一個咧就被稱為女基督嘅人物咧，最近被國內嘅網站咧定名叫做楊尚斌嚇。咁啊，所以就唔係以前我哋一路講開咧姓鄧嘅小女士咁樣。呢個就係啲更新講法。所以如果翻去啲舊嘅書籍啊或者網站咧，當然仲有啲網站講翻姓鄧呢個女士。咁但係最近嘅講法咧就係講緊呢個趙維山同埋楊尚斌，甚至咧佢哋唔係講緊即係淨係啲異端嘅邪教嘅網站，喺啲好似百科詞典嘅網站都介紹緊呢個人物嘅背景等情況嚇。咁啊，東方閃電嘅字眼，其中就呢度有2句啦，就閃電係從東方發出，至到西方等等啦。咁另一個咧就係現在是東方閃電發出之際啦嚇。咁但係近來咧，佢哋比較中意用咧全能神其他表達，咁就有啲變化嘅表達嚇。咁佢哋籠統嚟講咧，好多嘅參與人士都講，佢哋將所謂嘅救恩時期分成3個時期，一個律法嘅時代啦，一個恩典嘅時代，一個國度嘅時代嚇。咁啊就佢又籠統講咧，舊約用耶和華咧就係呢個律法時代啊，新約我哋基督徒咧用耶穌嘅時代咧就係恩典時代。不過呢個女基督咧就係呢個國度嘅時代嚇。咁呢啲類似説法。咁佢有好多嘅理論嘅啫，理論即係話咧耶和華舊約用耶和華啦，咁新約我哋用耶穌啦，咁啊，所以耶穌個名都可以改噶。咁而家另一個名字叫全能神啦，咁啊即係另一種嘅表達，即係話咧有少少同一啲搖動嘅信徒或者信徒領袖或者牧者講咧，就係神嘅話語可以改變，大概用呢個方法去推動呢個改變嚇。咁其中佢點講到女基督嘅道理咧？咁啊以前一個講法佢就話咧神點解要再一次嘅道成肉身呢？因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去承認嘅，不過嗰個唔係完全，係要再嚟一次道成肉身嘅。呢次嘅道成肉身喺咗女性裏邊咧，咁佢哋個理論係點咧？就係咧神可以做男，有得做女嚇。神要證明咧佢全能嘅咧，就要做一個男嘅道成肉身，再做一個咩啊？女嘅道成肉身嚇。所以咧就啱咗2次啦，佢自己最後啦，唔會第3次啦嚇。咁啊呢個女道成肉身就係最後一次啦，等個情況嚇。佢另一個特色咧就係因為佢哋發源嘅地方咧就係最興旺，可能係河南省或者某啲地區啦，都係中國嘅比較窮困嘅省份嚇。所以咧佢哋其中嘅特色咧就係咧好多咒詛或者責備社會嘅不滿嚇。咁啊，所以咧其中一個字眼咧，佢哋用得好多叫大紅龍嚇，就形容中國嘅敗壞等等情況嚇。咁咧佢對自己中國人咧都有一個好強烈嘅批判嘅嚇。佢話咧中國人係一個最落後嘅人類啊，出身低賤啊，人格低下等等情況嚇。喺撒旦嘅性情咧沾滿全身咁樣污穢淫亂樣樣都有。我哋中國人子民裏邊咧有大紅龍嘅毒素嚇。咁啊，所以咧就點解
神要再次降臨，唔喺以色列，唔喺其他國家，唔喺美國，唔係要中國咧，因為中國最敗壞啊，所以咧神喺最敗壞嗰度做工，所以咧就點解揀咗中國啦咁樣啊？即係喺敗壞裏邊都可以打勝咧，證明神嘅能力咁樣啊！我諗大概咁嘅邏輯啦，即係 justify 或者即係佢嘅理論啦嚇。咁佢用咗好多呢啲對社會批判嘅字眼，咁甚至形容中國一個大紅龍盤踞嘅地方啊！所以咧，基本上我哋生存嘅環境越嚟越惡劣啊，生物鏈裏邊受破壞啊。咁你睇到中國其實喺農村裏邊污染嚴唔嚴重啊？好嚴重，貧富懸殊犀唔犀利啊？啊，社會好多不滿嚇，所以有少少你又諗翻，如果一個宏觀嘅世界裏邊、宏觀嘅歷史裏邊咧，就好似咧就即係好多嘅運動啊。太平天國嗰類咧，即係佢掛咗一啲宗教或者義和團咁樣，介住宗教甚至基督教某啲名銜，就產生一個民間運動咁嘅感覺都有啊！即係攞咗嗰一兩句説話，跟住修改，變成之後產生社會不滿咁樣嚇。所以對中國嚟講咧，似乎咧佢哋大陸嘅官方，我諗除咗係對異端嘅擔心咧，我諗都好怕呢啲嘅邪教咧係產生社會嘅混亂。啊，甚至好似太平天國啊，或者呢類混亂嘅組織啊、義和團等情況，因為佢用嘅字眼好強烈嘅，佢話佢鼓動啲受眾咧係與大紅龍展開決戰，將大紅龍滅絕啊！咁啊，即係又有時指控咗呢大紅係中國或者中國政權嘅時候咧，所以呢啲用語咧就好政治性啦，所以政府咧就好敏感，亦係好多情況啊。關於呢趙維山同埋呢個楊尚斌咧，我哋都唔識嘅。咁如果憑呢個其中頭先佢話一個網站反全能神嘅聯盟咧，就有照片出嚟嚇。咁啊，我跟佢嘅咋，佢錯我錯啊，咁一齊錯嘅咋。咁啊，呢個樣咧就係佢哋話個趙維山啊嚇。咁啊，呢個咧唔知點解幅相都發光，我唔知點解㗎，即係有個反光照咁啊。據說咧呢個就係嗰個邪教嘅女基督，咁佢有6張㗎，我俾4張睇，你自己上網睇翻另外2張啊。就即係佢哋講到即係比較，因為呢個趙維山因為申請過去美國政治庇護，所以呢件事咧就好多政治庇護裏邊有啲文件咧，將好多事情露咗出嚟。後來佢哋嘅領袖被捉拿，我諗咧喺中國嘅盤問裏邊咧，亦係攞咗好多資料嚇。所以我哋基本上外班知道啲內幕都係從呢個佢哋露出嚟嘅資料嘅啫，因為係盤問情況嚇。咁啊喺呢個上一年年尾嘅時候，嗰個末世嘅風浪裏邊咧，有啲報章報告咧，佢哋咧捉拿咗成1000名嘅查處，有時唔知咩字眼啦，即係審問啊定逮捕咧，查處咗近1000名嘅邪教嘅人員。你睇到佢列出嘅省份都好多㗎，青海、貴州、陝西、浙江、江蘇、內蒙啊，但係仲有啲省份咧，四川啊等等省份咧，其實都出現，不過都冇列出，所以佢牽涉嘅省份都頗多嘅嚇。咁佢亦介紹到咧呢個趙維山嘅趙維山其中嘅發源地咧就係黑龍江嚇，所以黑龍江同埋呢個河南係佢主要嘅發源地。喺2001年嘅6月咧，佢用咗中國家庭教會東方閃電派名義申請政治庇護嚇。所以喺中國嘅立場裏邊咧，我哋猜測咧就係佢覺得咧好似第二類法輪功嘅情況啊，借咗呢個政治迫害之後咧，就成為一個可愛嘅勢力。同埋咧喺中國國安嘅系統裏邊咧，常常猜測或者估計，或甚至有證據，我哋唔知，我哋猜測嘅啫嚇。佢哋就猜測分析，甚至有證據咧，就認為呢啲嘅群體甚至係得到啲海外勢力嘅資源啊、金錢或者勢力嘅幫助。如果唔係咧，佢哋受眾咁少，點可以發揮咁多嘢咧？咁樣嚇。咁呢啲就對我嚟講都係猜測。咁最近咧，東方閃電好奇怪地咧，喺信報咧刊登咗大篇嘅文章，大家睇唔知有冇新聞啊？即係信報裏邊嘅廣告介紹東方閃電啊。咁我諗都係算喺香港裏邊咧第一次咧就咁堂堂皇皇咁樣喺個大報裏邊咧介紹自己嚇。咁會唔會即係成為東方閃電成為另一類嘅法輪功咧？就係日日都係天星見到咁，我唔清楚啦，真係咁都幾煩啊！即係因為香港又有少少宗教自由嘅，即係所以咧佢如果佢仲有自己嘅金錢，再加埋如果有外國嘅勢力咧，嗰個就唔知咩情況啊！所以對中國嚟講咧，留意喺佢哋嘅呢個中央電視台報告裏邊咧，
最後一句你留意下。全能神邪教嘅組織於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在河南出現，並擴展至多個省。下一句好緊要啊，係咩啊？係帶着有咩啊？政治色彩嘅邪教派別。至少從即係中國官方嚟講咧，佢覺得係一個政治性嘅題目嚇，所以先咁隆重、咁擔心或者希望佢對社會嘅動盪啊。所以咧，佢哋發動好多唔同嘅報章去討論，呢個僑報咁啊，即係喺海外嘅報章一路介紹佢啲問題，即係將即係東方閃電裏邊咧嘅問題都係，我諗佢哋會加力去宣告佢哋嘅問題嚇。咁啊，講到呢個上邊呢個趙維山啦，下邊個你睇下圖啦，下邊個女基督啦，有7個嘅佢哋嘅領袖啦，中間幅圖咧翹腳我都唔好明咩意思啊嚇。2個人分一級咗被隻腳咁樣，我又係猜測嘅啫，因為啲看圖識字又冇識啊。我猜測，因為東方小説其中個特色咧就用色情色誘去影響人，咁佢就用呢個表達，即係冚住被喺被下邊咧做好多嘢。左邊嘅圖咧就係一個禁錮嘅 model 即係禁錮，所以用禁錮同埋色誘等等情況。佢哋號稱300萬，咁我諗通常呢啲號稱都係假嘅都係誇大㗎啦咁可能打翻個中國講價咧就冇5折講2折都得㗎啦。我如果想做1、2折嘅話咧，佢有30萬、60萬咁我諗可能合理啲。不過呢啲好難講，我哋都唔係好知道個數字咁其中就開始對呢個趙維山，因為你知中國做嘢咧，佢有檔案，所以趙維山嘅故事最初係物理教師等等嘅檔案咧就列出嚟。佢基本上咧就係曾經積極喺呢個即係黑龍江嘅地方咧參加所謂嘅呼喊派或者長壽派。咁呢個字眼咧都有爭議性，因為咧海外嘅李長壽系統咧就對東方閃電用佢哋名字咧好敏感咁但係咧就喺國內又唔理㗎啦，就稱佢哋叫長壽教長壽派等等字眼後來咧其實2個本來係各自做嘢，後來咧呢個女基督咧似乎咧講嘅豪言壯志嗰啲異象嘅豪言咧比呢個趙維山更厲害。即係誇自己係咩？可能有啲人話精神病嗰度咧，就唔知誇自己係基督咁講得仲勁。咁趙維山咧發覺咧唔夠佢勁，咁結果咧就不如就同佢結合咗啦，黐埋啦所以2個結合咁點結合我唔清楚啦。即係按一啲咁嘅文章表達咧，好似有啲親密嘅結合。咁但係詳細我哋都係唔係好清楚你睇國內嘅人民網咧都好高調，即係報告嘅。同埋你睇到嘅標題，中央電視台嘅標題咧係全能神教嘅目的係推翻政府，建神嘅國度，所以咧就即係都係政治嘅表達所以咧就中央咧都似乎好緊張呢個表達咁佢哋有啲報告都話咧就係按中國嘅官方嘅講法啦，呢個都係咪即係真實又唔清楚，不過即係佢講嘅話就話咧三自教會受嘅影響相對細，家庭教會相對多咁都有一定嘅道理嘅，因為家庭教會咧係隱蔽，咁有個人你同佢講道，你係信佢嚟講，其實嗰個咩異端又唔知，所以有時候咧家庭系統受嘅影響可能相對大都唔奇咁但係咧就呢個國內嘅講法，我哋都冇乜數據嘅啫有啲人話佢有精神病呢啲詳細我哋都唔清楚啦。稱呼按國內嘅講法咧，就係央視嘅講法咧，就稱共產黨係大紅龍。呢個楊向斌咧就山西嘅大同人。就高考落榜咧之後咧精神分裂就等等情況咁佢哋基本上呢2個大嘅領袖，一個所謂大祭司就係呢個趙維山啦，呢個女基督就係楊向斌咧，就係佢哋最高嘅領袖啦。佢哋仲有叫做7長老7長老咧就有個所謂嘅監察組跟住有個9牧區，當然呢啲牧區有時9個變7個、8個我都唔清楚，即係啲曾經報告過啦咁佢哋有3個主要嘅名字啦，全能神實際神、東方閃電。現代咧似乎最中意用呢就全能神佢哋一般嘅好多嘅歷史話俾佢聽咧，好多用咧色情嘅方式咧去吸引啲領袖，特別係教牧同工所以教牧好特別危險嘅第一就中意禁錮啦，所以呢啲等等嘅情況，有金錢嘅利誘等等。咁你做得好咧，有好似啲陳壓銷推銷術咁你帶多4、5個人嚟咧，帶多4個牧師可能多錢都唔奇咁即係嗰種刑罰咁佢哋咧就有一個叫做監察組呢個監察組裏邊咧就各省有唔同嘅地區，其中咧喺河南省咧係即係佢哋嘅
重位，因為河南省咧就係中國被譽為最多信徒嘅地方，亦好貧窮嘅地方，亦出得最多異端嘅地方啊！所以呢個河南省情況咁樣情況啊，咁佢哋又有大區裏邊有小區有教會小牌啊，咁其中一個近代對佢哋掌握多啲咧，我估計就同呢個佢哋原來一個叫監察長何哲信啦嚇，呢個就咁咧就被捉拿之後咧，我懷疑咧從佢口中咧得咗好多嘅內線。因為佢應該已經係嗰個成個系統裏第三把手啦。咁被捉拿之後咧，我懷疑即係好多國內嘅消息咧，都從呢個人裏邊得嚟嘅。我猜測嚇。咁咧，咁佢繼任另一個監察長叫有靈，有啲即係虛啲嘅屬靈嘅字眼嚇。咁咧，佢又講到呢兩個人鬥爭啊嗰啲故事啊咁樣。咁啊講到佢哋咧用啲好得意啊。你揾到人咧奉獻咧就揾到美金就一等品，港幣二等品啊，你捉咗某某牧師就大件啊，某某執事就細件咁樣，咁啊睇希望大家都大件唔好跌啦嚇。香港咧因為一個大件咧搞到好麻煩啊。咁啊就一個好轟動嘅事件係10年前都發生咧，就係家人教會一個河南嘅團隊叫中華福音團契，有34個領袖被一個呢個組織係有嘅，哈該係一個神學院嚟嘅，但係被冒稱係哈該神學院，新加坡哈該神學院咧就培訓，之後就當蔡少琪去國內培訓，號稱蔡少琪去到國內啦，咁啲人諗住冒呢個乜乜嚟嘅咪培訓，原來係嗰個東方閃電嚟嘅。咁成班領袖咧被禁錮，後來咧逃亡走出嚟，先爆咗呢件大事出嚟。所以東方閃電咧最大一個轟動嘅世界或者中國或者中國教會好敏感嘅一個大事就係2002年呢件事嚇。咁呢度都一個提醒咧，就係咧大家如果去國內有啲所謂好低調培訓咧，都要謹慎喎。你自己中入咗個東方閃電鬥裏邊被培訓，即係培咗你培佢定佢培你嘅喎。所以咧有時咧最近我有時接電話請我培訓都問清楚咩地方。所以即係勸一啲即係好熱心國內侍奉嘅同工，即係都要澄清下嘅，因為國內嘅即係特別有啲咩山區啊，又喺某個地方等你啊，又兜到大個圈入到去啊，咁國內好多地方咁樣培訓嘅，但係有時即係去咗咩地方真係唔知嘅。咁呢啲即係好似我關心中國嘅同工咧，彼此祈禱多啲啦嚇，咁啊謹慎啲嚇。咁最後我自己講咧就係耶穌教導就係東方閃電嘅題目，其實關鍵就係唔好信一啲冒稱基督嘅名字啦，同埋耶穌叫我哋唔好過分揣測末世啦嚇。咁讀一段大家熟悉嘅金句啦，馬太福音第24章36節，一齊讀啊！但那日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嘅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獨父知道嚇。咁呢度上邊列咗我環神園地一個網站，咁呢個網站都有一定嘅資料㗎啦，我都一路 update 俾大家，如果想睇下，我分享到啲嘢。